依家去上班啊，就快遲到啦，行快啲先得。好冷啊，冇想起床。唉，我哋最近嘅話呢，公司舉行嗰個係咩啊？聖誕禮物交換嗰個活動，所以琴日嘅話休息我就去買咗一隻杯，都幾靚下，等下俾大家睇睇。唉，我都係好似呢個活動舉行咗4年4次，我都冇參加過，所以今年嘅話就參加一下啦。粥唔夠時間食啦，要有咩紅糖饅頭啊？咁啊得紅糖饅頭同埋一隻雞蛋。琴日休息煮咗飯，所以今日就可以帶飯返公司食。嗱，睇我呢個杯幾靚下㗎，喺名創優品買嘅。呢個保溫杯價值50蚊，唔知邊個同事可以有幸攞到啊！依家中午午餐時間，丁兒個飯食咗就去交禮物啦。今日喺其他樓層。哎呀，打唔開。食嘅係瘦肉煮蘿蔔，啲蘿蔔好甜，都幾好食下。攞住我嘅禮物要去13樓。哎，電梯嚟咗。哇！喺呢度，今日喺13樓同埋11樓，聽日喺12同9樓。我的禮物。好的，來，選一個，這個。這個是嗎？哎，這個好看一點吧。這個是嗎？嗯。這個我怎麼包？我不會包。這個是水杯，保溫杯來的。必帶晒啲，就是功效是吧？必帶就是你的那一個。然後呢，我還有可以兌換卡片。可以，然後呢？哦，掃這個哦，好。哦，好。哪個配的好看一點呢？你看我不是幫我也不會配耶，你幫我建議一個。好啊，可以，可以，嗯，對。哎呀，哎呀。对，要贴上它的那个号。之前是绑的，现在不是。好的，同事你直接把这个卡投到里面，然后这个的话保管好，到时候的话交换奖品的话是。好。對，然後你投到這裡面就可以。放在這裡。哇，都鬼死靚！手工活。對呀。都不需要我們3名。就是。